来甲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南投县3月初4要立委补选，国民党的林明珍甲民进党的蔡培慧上有拼。林明珍今仔日开记者会，炮轰对手三大失言，互南投人是真失望。同一个时间，民进党是伫咧台北开记者会，痛骂林明珍用政治现金来买厝走漏税，双方是真假会当讲是乌天暗地。 国民党籍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明珍伫党内文团会副主委林嘉欣的陪同下，批评对手民进党籍候选人蔡培慧三大失言的行为，让南投人真失望。只要哪里有关，哪里有机会，他就往哪里去。他并不在乎南投的民意，而是把党意放在最前面。 林嘉欣讲，蔡培慧选来选去，连伊要选县长，连伊要搁选立委。另外，第二地上嘛是摇摆不定，即包括美国猪肉进口，也有食安的立场，以及伊捌讲过，南投第二选区甲伊较无遐亲，即马搁要来选。因为过去前一段时间我们只是处于被挨打的局面那现在是不一样了，我们还是要反击。 林明珍讲，民进党一直甲批评，伊决定徛出来替家己讲话。民进党一个南投县议员嘛，伫台北开记者会批评林明珍的政治现金买好野厝逃税。林如宾他将他的10万元捐出来了，回捐给他爸爸当政治现金，意图去逃税。 这个就是他们父子俩在处理金钱上的一贯作风，所以从政治现金到豪宅贷款，到豪宅如何付钱，他们完全都讲不清楚。心小姐认为讲，林明珍厝是安怎买、安怎走税，这拢无法度交代有清楚。真正的失言是之前说不选立委，然后呢却又跳出来说要参与立委补选的林明珍。 蔡培慧针对对手的质疑，嘛一一的说明，就是讲真正失言的是林明珍讲，伊无要选立委，即马煞跳出来选。依照汇率的民意调查上新的结果，日期是2023年2月18到19暗时，1068份的有效的样本，35.8%挺林明珍，35.6%支持蔡培慧，争差真少，看这个办事落属随手，尚未可定。 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